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6日，申命记8章3节安尼讲：伊甲恁磨练，互恁枵恶，用恁甲恁的列祖拢毋捌的吗哪养饲恁，是要互恁知，人咧活，毋若活靠饼，是活靠对上主的喙所出的逐句话。三甲来祈祷，甲阮磨练，互阮知，着靠你的话来活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、至尊的全能上帝，你用仁爱显出疼痛，你用权能显出荣光，你的主爱达到诸天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应允永无改变。主啊！我要单单来仰望你，我要专一的心来倚靠你，也要时时来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以外，我无有啥人通互阮倚靠。主啊，阮专心来倚靠你，因为你甲阮磨练，互阮枵恶，用阮甲阮的列祖拢毋捌的吗哪养饲阮，是要互阮知，人咧活，毋若倚靠饼，是倚靠对你的喙所出的逐句话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